歌声唱出无奈，希望伊会记在阮心内。音乐声声静静是，替阮传予故乡的伊。只是不知相逢等何时。这条歌是九国歌王陈一郎伫名馆唱片头一块作品，咱听到这当阵印象也阁真深。当当时写出这条曲的罗安老师，还阁未满30岁。落尾伊伫台语歌坛继续坚持，捌写出王瑞霞的代表作《用心等待你》，嘛捌写过向慧玲的成名曲《爱甲超过》。今日罗安老师要来替咱演唱另外一条伊真出名的作品，嘛是迄倒30-40档的《舞伴》。陈会长甲介绍这个罗安，罗安讲，伊讲啊，罗安是一个脾气歹，讲的拢差不多就像讲重点，拢讲真的安尼。啊，你就袂感觉讲，伊毋知有咧甲我骗啊，无啊是安怎？你甲伊相处，你会感觉讲，这人足实在的，对音乐的敏感度甲这个影音的敏感度足有的。从很多的新的这一些东西都是伊为伊出来。啊，我包括我要签陈一郎、签王瑞霞伊拢互我足多足好的意见。陈一郎为了起12个名女人啦甲为一个无共款的女人来对唱查囡仔来对唱，啊，甲所有的这个足多拢是伊互我足多的这个元素，甲这个构思，足跳跃式的物件，但是做出来拢足成功的。声打动阮心情，可惜无人来陪伴。诚心要请你做我的舞伴，请你唔通想安怎。迷人的音乐一段段，脚步地行心袂定。声打动阮心情，可惜无人来陪伴。诚心要请你做我的舞伴，请你唔通想安怎。阮犹原
这条舞伴已经唱30-40年，不过作曲家罗安老师是头一摆伫电视头前演唱这条歌，观众朋友咱确实有福气，咱赶紧来欢迎，因为罗安老师还佫有真侪创作的心情，幕后的过程要讲互咱知。台语歌坛教父级的音乐家罗安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各真好，大家好。这条舞伴，你敢有想讲会唱遮久？当然是当初有安尼希望啦，但是应该算讲有达成目标啦。啊，小弟拄好初出动门，拄好出第一题，即马佫来要出第二题，啊，阮就开始开讲，目标是安怎？叫我甲制作，公司是太阳神唱片骆明道，伊训练出来，要出第二题，希望讲行一个讲无共款的歌路，迄当阵长咧流行的，就是讲舞曲，嘿，希望讲会当带动人听歌以外，佫会当来互跳舞。舞厅当阵全台湾舞厅有够多，当阵酒店较少，咱做这唱片。做唱片希望讲歌曲，这歌要好听，会当朗朗上口，互大家爱听，意境歌词意境足好诶。这条就阮有咧开讲，设定讲是毋咱对舞厅来写一条探戈的舞曲，咱个独身咱的心声就是希望讲会当伫舞厅内底照着音乐，照着舞厅这个场所，大家来熟悉。希望讲我袁小弟有这个机会，逐工甲舞厅爱播我的歌，互去跳舞。大概出发点是这样子。老师，我还记得你头拄仔咧讲明冠唱片的苦档的，听讲为着这条歌大掉吼，伊佫甲你计较呢。咱哪有一定讲保证讲这条歌一定会红，互你唱着一定会红。这是我甲小弟共同研究的，希望讲写一条独身的，对无吼？就是阮拢即当独身嘛，拢还袂娶某，嘛拢等咧拍拼，希望行设定好的一个路线。所以苦党的，阮老党的，伊当阵来讲即条歌红，乃无互台语龙唱，即个意思，伊嘛无啥歹意。你佫甲我写，佫写一条互台语龙，咱嘛是佫写。我知影讲你行步前的时阵，捌比赛，因为得第2名，甲奖杯摔败对无？是有这个情形啦，迄是安怎讲呢？摔奖杯是我的毋对嘛，少年冲动，但是迄个过程是我连续10几摆拢第1名，最后总决赛变第2名，不服，雄少年嘛，无法度接受。迄当阵是开放，就是整体的，你爱设计你的服装，你爱请舞蹈设计舞蹈，你爱佫经歌，你爱佫练歌。真忝，绞尽脑汁，开足侪钱的，费足侪心力的。迄当阵我爱唱歌嘛，爱唱歌。迄当阵目标拢放伫唱歌，要行目前嘛。伫中视遐签5年拄好煞嘛。转过来台视歌唱名人排行榜比赛嘛。用足侪精神的，足忝的。抱定个希望，就是讲迄希望足大的，希望讲会成功，因为头前已经有数字有案例啊嘛，我逐礼拜拢第1名，拢拼第1名，代表讲经歌就对，我嘛真认真，用一个心血来设计，向伫即个总决赛变第2名，一念之间讲我歹唱我真失望。你尾也行幕后，感觉即个代志有权利？即马想起来，第2名嘛是足好的，迄甲第几名拢无关系嘛，但迄当阵就是全心投入。完全拢陷入迄个情境当中雄迄半点钟，退出歌坛，歹唱我歹行目前。我嘛从少年，我就读这，我学这，我有这个底，我来做幕后。只是就是破釜沉舟，就迄个感觉讲看破，我无适合。我感觉就是，我妈妈嘛有来，袁小弟嘛有来，拢来看我比赛，嘿，听你安尼讲，即马嘛感觉也足硬的。看伫我摔奖杯，就摔个裁判看讲，我歹唱歌。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行幕后，等到一条搁一条代表作一直出来。赶紧老师，今仔日一个神秘嘉宾，你甲写迄条《用心等待你》，变做一生的代表作。咱来欢迎台语歌坛
漂亮宝贝王瑞霞。咱来欢迎台语歌坛歌甲人永远同款遮尔水的漂亮宝贝王瑞霞。古珍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瑞霞。真久无见面呢，今日这个老师的边啊，会喘呢。卖错卖错，头一摆讲大嘛。破解破解。哎呦，这个人是我又爱又恨的人。对，瑞小姐，我甲你报告，我咧看吼，罗老师比你较喘。无可能伊都啦！唔知影你要甲讲伊什么秘密啦。你知影伊就是吼恶人啊，恶人无。是安那讲伊恶人？伫30年前，我叫伊老师。啊，不过即马因为我们就是人讲的，佫是老师，佫是朋友，吼啊，就是，所以我即马叫伊阿兄啦，像大哥的意思。他都叫我大哥。嘿，大哥。足侪年来，我感觉是正常的，因为阮足亲的、足熟的。是啊，足熟的。包括因阿成、因老公。爱专心互伊讲。罗老师，迄当阵安那甲恁训练？
讲到这吼，目屎都流袂离。紧来，卫生纸较紧来。真是嘞，我就跳伫个差不多32年前，迄天要录迄个阿哈相思梦。你头一题嘛？我迄是陈玉龙吼，陈大哥伊的即个专辑内底。啊，结果迄天，因为迄个时阵，迄个歌手甲我通知你，人1点要开始哦。我差不多10点就食饱啊，然后差不多12点就坐咧遐。啊，我毋知影迄个恁录音室遮尔啊寒，我就开始遐坐，哇，看到足侪迄个足厉害的老师拢伫咧录音室内底。我今日工课就是要对起嘛，要唱啥物调啊？结果伫遐等吼，我1点、3点等到6点半。我想奇怪，我的歌哪还袂对啦？结果有一个人啊，伊就讲雄活起来讲，安尼就对一龙的起就好啊，这不要紧啦。伊是讲你真唱，但你弄会起哦。毋是，因为伊龙的大兄，伊龙哥哥的即个起，因为我可能我较囡仔嘛，声较无遐尔啊固定嘛，所以伊感觉我会用的。然后伊就讲，好啦，今日到遮就好啊。我今日等6点外钟，已经换我吧。结果无，我想讲，惨啊！这声我免做。其实我迄时是，因为拄学生啊，拄毕业，对这个工作是抱着足深的这个期望，吼，希望讲会当唱这个台语歌。伊讲，因为阮伫咧11楼的迄个录音室嘛，结果我就位11楼吼，我就安尼，我唔敢坐电梯，我就用走楼梯呢，去用撞的走落来，因为我目屎干要正啊，你搁袂当安尼，因为会流落来，会去用笑，现场足侪人的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知影讲，原来做这个工课，这个你要较坚强咧，拄着足侪代志，拢要较坚强去面对，结果我就。用行走来到1楼吼，迄个时阵要载一台客人车吼，是足困难的。伫迄个较偏僻的所在，结果我就看一个人伫后壁，叫我的名呢。王碧霞，你要去倒？伊甲我叫我的本名，我讲无啦，人讲你咧哭呢，我讲无啦，我腹肚疼啦。结果伊嘛毋知影啥物情形，我就好咧加载一个客人车来啊，我就载咧，紧上车。迄天我就想讲。我第一遍一拢要录音室是遮尔困难，所有的拢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有一个挫折，迄个感觉。你就甲对嘛现场嘛对啊，谁甲你讲迄个免我？你应该是我做有自信，我知影你会起，你要甲伊对唱对无？对，我甲伊对唱。毋过就是伊的迄阵，伊讲实在已经，迄个时阵专辑拢是12首歌，你为第1首。你录到第上尾首，一定是大家拢忝啊嘛。其实伊龙哥哥嘛无过来嘛，就是想讲我是新人，对我的就好。毋过伊制作人来讲，感觉伊主角啊，吼，伊龙伊哥哥伊的声会用的，安尼伊就较为主。所以迄个时阵我毋捌，其实我毋捌。毋过迄个时阵的记忆，互我到即嘛足深的。迄个时阵讲实在是有生气。是安怎安尼？可是，一直到后壁的时阵，我甲大哥吼，罗老师伊接受这几年，我感觉我会当接受做这代志吼。为开始的时阵，拢是一个练习啦，这个代志我咧想，我并无这个记忆。是安怎？因为现场嘛，黄瑞峰嘛吼，5点的，讲现场现录，吼现录，现录现收音。爱对起，无毋对。是安怎？我会叫讲免这人免对，这无像我咧做代志，应该是我甲对好啊。我问你一个结果结论，后壁咧唱时，你会起有效无？无啦。啊？毋是安尼哦。毋是讲，因为迄个时阵吼，伊感觉讲，因为我是新人，我会当，伊感觉我的声会当唱迄个范围较大吼，所以伊感觉讲。我应该会用音域较是对所以伊就讲安尼就好啊，因为看老师逐个拢伫咧哈戏啊，无，因为伫咧内底6、7点钟啊，我到尾我是有了解，所以其实迄个时阵是迄个时阵的心情，毋过到即嘛，其实我是对阮即个阿兄是感激的。当初你是安那经出瑞霞姐？青年中学雷老师带王瑞霞来试音，看人来公司坐，我就考到的我。雷老师跟王瑞霞，就清唱，讲这个袂歹，唱2句啊尔，
安静，往口档给他看着，讲袂歹，他声音有一个独特的腔调，一个特色，然后唱歌搞唱歌的人足多嘛，一个青年中学有迄个底，一听的品质有准嘛，感觉拢袂歹，有一个独特的腔调，有个特色，咱就听音色嘛。我甲安静讲，这无啥问题啊，这训练一下，看起来真淳朴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很顺眼，外形啊各方面，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，就有那个特色。我感觉讲安尼袂歹，安静就讲好。结果训练落去吼，大家都对啦，所以我要请做小姐吼，赶紧去甲阮唱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大多数拢是罗老师写互你唱的歌，用心等待你期待。到甲讲落尾，你原来家己的作词，多情多万态。想要等的人，做无想要做的梦，一切是忽然间，你雄雄变无共，亲像第二山崩。身边经过千万人。你来陪你阮心痛，谈情爱真简单，要收回太困难，怪阮痴心太重。深深付出心空，茫茫怎样会空？偏偏就将阮放予人。笑看世间凌乱，人是做对心声，一有又是多情多怨叹，有关是真对心重。但无想要等的人，做无想要做的梦，一切是忽然间，你雄雄变无共，亲像第二山崩。身边经过千万人。你来陪你阮心痛，谈情爱真简单，要收回太困难，怪阮痴心太重。
要写一个足久唔爱唱这条歌，你家己作词的歌，今日心情啥款？其实这首歌嘛是改编王瑞霞上重要一首歌曲。哦，因为以前唱的歌，人拢讲是较本土，吼。以前唱的在倒前倒晚谈，正正都是绝情雨啦，都是那个风台，吼啊相思梦。迄时阵都是伊的市场，就是讲来做较流行啊嘛较详细开，是，毋过我就是最想要唱较无共款，较国语。优秀。对，所以罗老师伊就甲我特别写安排这个编曲这个歌词，其实对我来讲，在迄个时阵嘛是足大一个挑战，因为我开始时我抓袂到迄个感觉啊，我以前唱歌是足变开的呢，即马唱歌常常爱我收落来，用这个平静的这个心境，第一段、第二段，免去慢慢甲你的情绪慢慢唱出来，互感觉讲，其实唱歌毋是为头到尾哪咧相拍咧，迄个感觉，毋是讲你足够长的，都是足够唱的。我在这首歌较知影讲，原来唱气氛的歌，都是这个感情是爱设计过的。你头拄我咧讲伊伤着你的心，毋过20-30冬来，伊一直拢讲王瑞霞是伊感觉上认真的歌手。伊在甲足侪人讲，我刚才听老师讲超过50摆。真是的哦。甲阮回想一下。甲向慧玲、甲谭诗玲，我拢讲伊咧练歌，伊录音时咧做笔记，伊所有的你看，我拢走去甲看。因为咱制作人爱入去录配唱室内底，甲试耳机，看伊谱架上伊的歌词，咱 demo 先互伊嘛吼，要录歌之前爱先唱互听，歌词互伊，咱家己做笔记，红的、青的、乌的、乌。他很认真，我把他按我将伊的内容讲互这后壁这歌手后辈听，大家拢知。到即摆佢伫咧讲，因为较是认真啊，做歌手还佫入去包装呢，伊主动的呢，场馆入去包装，伊就是乖，认真练歌以后学乐理、学谱，佫入去包装这较早是卡带。对，卡到假释，场馆的，逐工来上班的，无时水的呢。这是一种参与感。是我的专辑，对啊我王瑞霞的专辑，我咧每一个包拢欢喜啦。对啊我的心情，应该安尼是有影啦吼。嘿对，咱跳伫以前跳伫大多吼，大家讲的，讲伊入去录音室看我，我迄歌谱啊，我录煞以后，伊逐遍伊都甲我讲。哈，你这都爱家己小小的呢，啉对，因为你那糊啊咧，你家己是去惊着了，你那话讲安尼，迄就是无安全感嘛。感觉讲我安尼唱敢若毋对毋对，然后就是家己徛喺路边一直唱，伫倒嘛唱，一直唱，毋对毋对，所以想到啥，即马用哪个话，即马搁写一毋对毋对，即马我哪个话过袂使，都换成。所以一直踏去，一直踏去，我家己嘛有当时感觉讲做配合我家己，毋知咧话啥。毋过迄张单啊碰见吼，我一声我都毋知要安怎唱。变袂晓唱歌。结果随后这一路行来，开始就是一直拢遮认真。我会当体会伊的心情，是安怎？伊会想足多，因为咱会先做一个 demo 互伊嘛，你要录个歌，内底我嘛有唱互伊学嘛，这当中有甲教嘛，爱安怎唱嘛，伊要录伊的歌，伊当然也爱做笔记，是毋是会当叫老师新歌嘛？这是无中生有，并无别人的歌手唱互你对，这是我的专辑，我要唱的歌，所以伊爱学，我爱听老师写这条歌，唱互我听，伊希望我安怎唱，我爱搁唱出我家己想要唱的，我的特色伫倒位啊，我的感情伫倒位啊，这伊拢了解，所以伊会想足多。伊逐工的重心拢放伫遮。迄个时阵，我想要讲的是讲吼，我的迄个练歌的迄个所在，就是伫阮科长的办公室对面。阮科长就偌安排咧，要听即个新人有认真啊无认真，伊甲迄卡拉 OK， 佫甲我装一片镜偌大片咧，我就逐工爱徛咧遐吼，唱足侪歌。伊拢想讲，我想伊伫咧办公嘛，毋过其实拢有咧听我有认真无。大哥吼，伊拢嘛拢伫咧内底开会。所以在迄个时阵，先啊，我会以我公司为厝，因为我台北无朋友，嘛无亲情，所以我逐工时间一到，我就惊放假呢，因为大家公司无人啊，我都毋知要去倒。咱那个办公室吼，伫遮隔壁就是训练室，内底有钢琴、卡拉 OK， 有镜，就隔一面墙啊，咱嘛有责任感。
对，头家就是 OK，还要签咧，搁来要录，要有相录，要找相写歌，足侪拢开会过程决定的。入去录音室，新人嘛，平常时爱训练以外，爱磨，爱好了解录音室。耳机挂着，麦克风音乐放落，无共呢。你会写一唱，耳机随听到，你不习惯，你袂惯势，大家拢共款，任何人第一摆拢共款，是，一定爱磨啊。伊pitch质走去，伊嘛听无。伊拍子慢去，伊嘛听无。知。伊家己无清楚，录音室是照妖镜的，吼，好或歹，无加一块咧。声原声原音重现，录出来外口咧控制，啊内底伊徛内底咧唱的人，伊并无法度100%完全了解。大家去甲变袂晓唱歌，所以爱磨练。伊对暗时啊7点开始练这条歌，开始唱咧。一句一句，一遍一遍，一直讲，落到透早天光7点，哪唱到倒句，你继续搁唱，我歹互休困，互你一摆就惊到。真是的呢。你要行歌星这条路，你要将歌唱好，你要用专业录音室，你要做歌星，无遐简单。啊，了以后考一块大，互你回去厝家己听，你今日录出来是啥物情形？这距离。甲你所想的，你想要做歌手，别人咧红，人是安怎红的，差偌济，你家听了，明仔载再过来。无怪好做多情多怨叹，迄时你一定足怨叹的，对吧？应该是安尼，这条歌才写会出来。是就是安那，做以前伊就要互你面对现实，你的声偌走精气，也是你有进步。比如讲后壁，阮多情多怨叹哦，用心等待你啦，到尾啊每一遍合作吼，阮有当时录到半暝1、2点，一落来伊拢会敲，不管是迄个卡带也好，还是 CD 也好，伊一定敲落来。伊讲啊，来我车顶听，伊车来停喺录音室门口，伊就开始听。其实阮一定是录到一定，大家拢一定唱到拢戆去啊。录完啊，伊甲你讲 OK， 佫唔放你煞，啊去你车顶。伊会讲，因为楼顶音响吼，甲车顶听佫无共款哦。所以吼，咱就爱做一个吼，人伫，因为人听音响拢伫咧车顶听嘛。咱唱的起个感觉，伊迄个整理后置的即个咪大的时阵，伊是安怎去处理的，伊要互我了解。所以你伫咧唱的时阵，台语歌就是爱安尼唱，你声袂当伤落，啊，你声安怎做？所以我为迄个开始编曲，其实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为开始伫咧录迄个卡拉的时阵，我就拢坐咧遐，甲即个唱片结束。伫合约的时阵，我嘛是伫遐听，这个是一个完全嘛，这是属于这个王水下的这个专辑，所以我对我每一张的专辑，我这个征兆开始起来时阵，我都目屎唔知安怎，我都感受足济。这真正我的囡仔，我的作品。对对。嘛因为9年的交情，所以老师一直咧写新歌，互瑞小姐唱。啊，你嘛一直甲学咯，讲伊足认真的，到讲近来这个江十档，啊，佫有迄个真正瑞小姐的代表作。较早毋捌试过歌咯，或者酒国一蕊花，你灵感对对来啦。是伫啉酒当中，伊产生出来灵感。因为我做4条歌，互水下唱，啊，袂使逐条拢抒情歌，我必须搭配。所以我想讲，雄雄踮朋友啉酒，啊有去讲起，有讲到半蕊花、一蕊花，啊个酒，我我拄好酒国一蕊花。第二天就写好啊！老师内底吼用到即个足侪开口足赞的台语啦。你若唔知，不敌假书你无做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爷爷就爱教我最前辈。对。拢别人写袂出来。对对对。啊，我吼先拜托你小姐，来甲咱拼一摆。好啊。我最我拢各一杯。
心所爱的歌，唱咱的心声。老师，你要甲我讲过一句足重要的话，讲伫市场内底创新。九国一蕊花就是迄当阵算原来无人写足创新的歌。你安尼要求做写者，你安尼训练做写者，啊，过去是啥物人甲你训练，啥物人甲你要求？我有2个老师啦，一个邱方德，师承邱方德，邱方德老师，一个陈伟祥老师，因互我学着幕后对录音室的制作，对所有的物件从无到有，创作、写词、写曲、制作、配唱、乐队、编曲、对起，所有的做法，因拢做严谨的，做要求的。连迄一丝啊一丝啊，莫讲别人讲差无5分啦，免安尼啦，无，因就是拢爱100%做到。有一条歌，同时间请10几个作曲家做。伊甲陈伟祥甲武雄2个写一条词出来，红酒，迄条词从台面写台语歌的，头10几个要到20个，大家人拢发互伊写，包括我。啊，尾也经着你的班嘛。这就是运气啊！我做向慧玲爱甲车过第一地煞，我嘛收到伊的词，我搭伫桌仔顶2个月，啊有一天伫遐咧想，无好写啊，遐侪人写，你想讲遐压力嘛？我嘛无一定爱写，我的心拢放伫我的公司，我甲伊合作的向慧玲的园区，我要做第2地啊嘛，第1地爱甲超过成功啊嘛，我咧设计第2地，啊我就将伊的词放伫桌仔顶，放伫遐2个月，啊有一天伊敲电话，头前一天啦，伊讲啊你是写啊无？我讲啊你讲正上陈伟祥嘛，啊你毋是遐侪人写，伊讲诶，啊你著叫你写，你著紧写，我要听你写看安怎？我讲好啦好啦，看2个月拢无灵感，拄伊头一天敲电话来，咱的责任心过来，伊咧等我的即条歌我写了安怎？好，既然大家老师拢咧写，啊咱著写看卖啊。第2天困起来，拄好泡一杯茶啊，醒起来。我拢会冥想嘛，拄好困起来冥想，会沉思头半点钟嘛。啊，醒起来看到迄张书，啊雄雄，啊伊个歌词就红红的酒嘛，红红的目睭嘛。第1句雄怎唱出来？红红的酒，OK 啊，10分钟。这条歌互查某设定上悬到哆，第1个音符哆去上悬的。红，一查某内底红红的酒，上悬哆，见面第1写图的落，这是我设定好的。啊，到人换陈文成，动半分钟，借酒来解愁，关八度，搁爬起。无直接高8度，查某的起安尼，查某的起直接关8度，2个小塔，我对伊讲的，华山论剑。遐侪老师咧拼，大家拢咧写，啊，我已经看2个月啊，就是安尼出来，啊，后壁就顺落啊啦，就一直接落啊，就是有当时啊灵感来就是安尼，红酒，结果要甲20个老师，台面你讲的，我莫讲名，拢上红的老师，包括我嘛，伫台面顶咧做嘛，尾仔就采用我的版本，第2天通知，感谢你罗安，就是用这个，我等足久的。嘛毋是讲运气好、灵感来，啊无到今嘛，我嘛无写这条歌。红酒原来灵感对遮来，真济顶演的，年岁较有的朋友听到舞伴，今日嘛感觉讲，原来这条就是罗安老师家己作曲的。毋过较会演的，人因嘛会记得你一条爱甲超过，失去控制，向慧玲的生命曲。爱甲超过，这种物件，迄当阵的台语歌头无这种遮尔直接、遮尔新的物件。伊是爱甲超过，啊，当然后壁我开始咧酝酿、咧写，因为我要做，迄当阵啊，佫毋是要做向慧玲哦，我是咧讲，我咧开唱片公司，我要找一个查囡仔来唱，找3个，我足介意找一寡无共款的国语歌来编台语歌，啊，但是照我的意思，伊伫我的范围内底，伊袂脱离足多，但是有创意，莫讲大家拢共款安尼啦。做久来，我希望变来变去，时代在变，咱做的物件市场嘛爱变。这条都霹雳火的主题曲啊。对，这运气，这条就是我甲陈伟祥合作，伊嘛听我，伊嘛是阮老党嘛，对无？啊，这条歌就是后壁好的以后，
我先编曲，词曲拢好啊，我定找查某去，我找3个三立歌唱比赛出来的歌手，3个，一个讲好啊，甲伊签约。入去录音室一工，我讲啊，你还阁训练，明仔载开始来倒弯刀，吼，啊先训练2礼拜。伊讲好，第2天落跑，解约。伊看到我的严格要求，落跑，我莫讲伊啥物人，这大家拢知。第2个，小弟来录，赶快爱甲超过，唱这条。小弟嘛陪我讲，小弟介意这个。过来，我去找着郑爱华，就是即摆的向慧玲，我去高雄找伊。因为我做评审内底，我有印象，有几个啊拢真好唱。小弟介意另外一个，我介意郑爱华，我甲另外伊讲歹势，你唱啊真好，但是你有竞争者，所以我是颠倒头来，先写这条歌，先编曲编得好，物件我感觉足稳的，我足介意的。伊好唱无好唱，我无考虑。我爱这个人有特色，爱合，爱足有摒开的。啊，足有穿透力的，这条歌就迄种感觉对无？爱你爱甲超过，失去控制。我要这2句就好，互大家听到讲哦，穿脑洗脑一直唱。啊，这个人一定要足好唱，观音面也足水的。我去见到郑爱华，啊，我找陈伟祥合作，伊甲我发行。啊，了以后，名伊好的，向慧玲、陈伟祥好的，我去接这个8点档，我甲订。伊讲好，你要片头片尾，我要片尾。讲好，半年前订了以后，我要发片啊，靠伊。老师，你先订无唔对，你要伫片尾，吼，霹雳火的片尾，豪记唱片嘛要伫，吼。伊是大公司呢。对，但是我先订啊，我老师啊，我嘛是先订。啊，我甲订了以后，伊甲我拜托，我嘛是爱接受啊。我讲我已经订，我要出片啊呢，我已经录好啊。伊讲啊，无老师，恁2个看。片尾固定恁2个啦，啊无我参详者，恁2个，反正我要结束啊。伊是安尼甲我讲，啊你是要经拜托者，你要经头半段还是后半段，就是结束剩30集。你是要伫头前去15集，还是后边去15集？到尾我想想，啊无安尼好啦。OK， 虽然我先订，那你讲豪记是大公司呢，哦，人因长期长期业务咧配合嘛，讲好。安尼无我经后壁要结束去15集，哦，吼，我是安尼经，哦，我精彩咧。头前因15集报线换我周董爱甲超过，吼，上去哩，哦，这故事讲袂完，袂煞哩啊。后壁迄15集，伊讲老师歹势，我的收视第一，继续去延长，啊，你来讲，我当然我继续去接落啊，吼，歹势，换3条歌爱甲超过。拍1、2个月、3、4个月，继续拍第2条，爱你的记号，搁拍2个月，搁拍第3条，爱住伫婚内底。哦，结果迄15集1、5万呢4、5个月就对啊。啊，迄15集变做4、5个月安尼就对啊。7、8个月，拍3条歌，换许常德，讲要伫三日开讲老师，许常德迄个陈英杰要发片，啊要伫片尾，会使袂讲紧互伊，紧互伊。头拄啊听罗安老师咧讲，嘛敢若知影讲恁拢感觉伊性地歹，毋过伊私底下所看到罗安老师，短短也甲阮小讲起一下，一定阮有互真感动迄一幕对无？其实大概伊30年前甲30年后改变足侪的，伊的个性、伊的想法，啊，毋过唯一无改变就是对这音乐，伊的这个执着啦，嘿，伊的足执着的，然后足专注的，有伊的专业。这就是讲，我为开始的时阵，一直到即嘛，是安怎？伊拄仔伊讲到伊以前伊的教伊的老师，伊上记忆上深的2个老师，其实跳过即嘛我的身躯，其实伊是影响我上侪、上大的人。一直到即嘛，不管唱啥物歌，我都是甲伊对音乐迄个标准吼，我放喺我的身躯，我变成我爱安尼做，啊无我就感觉我敢若无认真，做无好。罗老师。30年来对台语歌的定真拢无改变。啊，过去你有这种缘分，未来我嘛会将对台语歌的好缘，甲对台语歌的定真，经过心所爱歌这个节目，继续甲传落去。好礼物，世界出名的名星，拢有印流銮经典的手印。今日罗老师甲随孩子也来，我要邀请2位，
今仔日甲阮印流传经典，哇永远怀念的手印。哎呦，有这好的代志呢！我唱歌唱30外档啊，很有创意耶！我唔捌印过手印呢。加赞加赞！真是嘞！啊，嘛，而且嘛要做咱心所爱的歌吼，即个听众会愈来愈多。啊，阮会希望讲，阮伫咧音乐即个路上，阮若老师，咱还阁继续唱落去呢。啊，继续写新歌。感谢这个节目，感谢各种环这创作老师、制作人，阮这歌手对台语歌会当将这心理过程这个热情阁保持真感谢。诚意讲啦，我甲老师是太熟悉，老师只要有新歌通去写吼，半暝半会当连续一礼拜无困，就是这种热情啦。所以老师来，好来，咱到底来纪念的手印。会介趣味呢？咦，漂亮。好，就是因为对台湾歌已经爱甲超过，咱才有缘分大家坐伫咧遮。观众朋友，我诚意邀请你来做阮的舞伴，心所爱的歌后回，咱同齐继续用心等待。